為香港爭取一個更加好嘅未來。咁呢個係我哋會做嘅事情。我哋希望大家市民係要鞏固我哋已經有嘅呢3個佔據點：金鐘、銅鑼灣、旺角。我哋叫呢3個地方加埋一齊叫做民主大廣場。呢個民主大廣場係由每一個參與嘅市民共同建立起嚟，並唔係話有邊個組織可以從上而下定晒所有嘅細節，都係市民為咗自己嘅未來，為咗香港未來，大家一齊貢獻而建立出嚟。希望大家好好地珍惜呢一個空間，用呢個空間進行對話，亦都利用呢個空間產生一種抗爭嘅力量，令到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向我哋問責。喺呢個建立呢個廣場嘅過程裏邊，其實係非常之艱辛。透過好多市民無畏無懼，面對住催淚彈一樣向前，去到爭取民主、爭取我哋尊嚴而建立出嚟。咁希望每一個參與嘅市民都應該要珍惜呢個空間，好好地咁樣保護佢。好似我哋見到琴晚喺旺角嘅事件。